逃出社會，為了將來離開故鄉走天涯，這勞動部在今日公布114年逃出社會領偌濟薪水的調查，發現講這批逃出社會民眾超過91%有大學畢業，差不多是36000起跳。那研究所畢業的呢是有53000起跳。不過今年逃出社會領上價工資的平去年減2000多人，有關有佔17%。梁大雲，有看到嗎？娃娃。和失地的阿嬤在互動，關心伊的狀況。阿斌是長照機構的個案管理師，嘛捌是基福的督導。大學的長照系畢業了後，伊就到機構去服務，一日就得要6年啊。這份工課因為愛處理家屬的真儕意見是有夠無用，但是起薪真好。安尼做幾年，薪水已經調到5萬外塊，加上長照的需求真大，即馬嘛是真欠人。他們在溝通起來有一些固有的思維，或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。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溝通，然後安排長照的服務進去。對，所以在溝通方面一定會遇到很多挫折。台灣已經在邁入到超高齡的社會，長照的個案都需要我們來照顧。那所以它是一份工作很穩定，而且又有生活保障。根據上新的114年拄畢業去做工課的起薪調查，發現有超過90%伊攏有大學的學歷，大學畢業的平均起薪是36000，研究所畢業平均起薪有到53000，尤其熱門行業的起薪，大學畢業以醫療保健和社會工作服務業上懸，平均42000上懸。親像醫師和長照的工課攏佇這個範圍內。研究所畢業是以資通信業和包括台積電的製造業特別懸，平均的起薪攏有6萬塊以上。醫療業，它因為有醫師啦，就是醫生第一個月就是比較多的。到研究所的話，那又是變成類似像這個資通訊業，就科技業那方面的比較高啦。剛畢業新鮮人就領基本工資，因為畢竟可能有的人學非所用啊，加上可能擔心待業時間比較長，有經濟壓力，可被迫接受一些學非所用的一個工作。不過勞動部的統計嘛顯示講，在拄畢業的領上價工資的比例雖然是比前一年減2000多人，但嘛是佔1/7左右。專家認為講，因為基溫的關係，唔是做醫學校學的專業攏是有可能的成因。另外調查嘛顯示講，一寡科系的畢業生因為產業的因素，起薪真懸，尤其是研究所讀了的薪資更較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